是院校，我非常感恩呢，我们今天这个因缘能够来到贵校推广这个健康饮食的这个讲座。那么由于这个癌症人口呢不断的在暴增那而且这个禽流感呢也日益在恶化当中。现在呢，全世界呢已经有将近10个国家爆发了禽流感这个疫情，甚至于呢已经有了人传人的这个感染所以呢我们生怕这个疫情呢不断在扩大因为现在是夏天恐怕到冬天呢会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个禽流感是比这个 SARS 还要严重到将近这个100倍的这样一个传染病。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闷烧期的期间当中能够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吃一个健康正确的饮食，从而能够让大家提高免疫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来抵抗这个疫疾那我们今天的医师呢他是台中荣民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王辉明王医师。谢谢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兴大学来大家结这个缘。那我今天讲的题目不是要讲外科的，我的专长是外科手术，尤其是这个腹腔镜的手术。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跟大家报告癌症的关系。大家晓得在美国癌症占死亡原因，从100年前1900年27个死亡里面只有1个死于癌症，1/27。过了50年，1950年再统计一次，癌症占死亡原因变为1/8，到公元2000年，癌症死亡占1/3，你看看增加的这么快，几乎1/3的人将来的死亡原因是死于癌症。为什么会这样？美国人开始在检讨哪里出了问题，饮食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我要大家报告就是有关于改变饮食来预防癌症。另外禽流感是最近大概去年冬天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越来越严重的情形，所以我今天也要讲禽流感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的大纲大概是这样，我首先要用医学的观点来说，为什么肉吃太多会危害健康，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个，我们的确在临床上发现改变饮食真的可以健康长寿。第三，我想讲一些环保的观念，其实饮食习惯的不对会造成我们整个地球环境很糟糕的影响。最后，真的改变饮食可以提升这个免疫力，可以预防这个瘟疫，那个禽流感。首先，为什么吃肉会危害健康？到底是什么道理？那我们先谈谈健康是什么。健康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免疫力，免疫力又是什么？很抽象，抵抗疾病的能力叫做免疫力。那在人体是由免疫细胞的功能来代表，一个人的免疫细胞功能好或坏、强或弱，关系到你会不会得病。那免疫细胞在哪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有好多的细胞，最常见的大家都知道是红血球、血小板，还有一个就是白血球。白血球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在人体的数量每ml3次方有5000到1万个，正常的状态是这样。遇到发炎反应，它会很快的白血球升高。那意思就是说，以各位当下的身材，身上大概4000cc 到6000cc 的血，那乘以这个数量，意思就是说，现在各位在身上流动的白血球数量大概20亿到60亿，这几十亿的白血球负责保卫我们。那其中分为2大类，第一个是淋巴球，淋巴球借由遇到外来物抗原，它会分泌抗体来把它消灭综合的作用，另外还会分泌抗体来消灭癌细胞，达到消灭疾病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巨噬细胞，巨噬细胞顾名思义就是很大的一只，一般的红血球的10倍到15倍大，而且还有变形虫运动，可以
吃这些细菌等等的这种抵抗疾病的作用的过程。那再跟大家详细解说。这一张电子显微镜照片就是说明我们巨噬细胞就是白血球在处理一些细菌，遇到细菌感染，它马上可以靠过去把细菌一只一只的这样把它消灭掉，就是把它吃掉的意思。这张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我们肺部发炎的时候，肺部这是肺泡受到好多细菌感染，这个是红血球，我们的白血球巨噬细胞马上来帮忙我们处理这些细菌，一只一只把它们吃进去。当然到某一个程度，这个白血球就会死掉，白血球死掉就是化为脓，在肺部就是痰，咳出来就好了。那这些白血球从哪里来呢？从骨髓，这是电子显微镜看的底下的情形。像这个是还没有出生的白血球，这个是刚生下来的小只的白血球，它会长大进到我们血液，就是大家身上正在循环的20亿到60亿的细胞。那遇到细菌来的时候，感染的时候，马上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就是免疫能力。那免疫细胞不只是对付这个细菌而已，它还可以对付癌症。淋巴球怎么抵抗癌症？一般我们可能在年龄到达某一个岁数的时候，或者40岁或者50岁，的确身体会开始癌病变，甚至这个癌细胞都会跑到血液里面去。不过假如我们的免疫系统好，免疫能力强，没有关系，我们的免疫细胞马上遇到这些外来的东西，马上会起反应增生，而且分泌抗体来把这些癌细胞消灭。这是淋巴球抵抗癌症的一个模式，就是它很快的反应，而且分泌那个抗体，作用在这个癌细胞上面，使它溶解掉。另外，我们也有可能在身上某一个地方有癌细胞产生的时候，比如这个模拟图是模拟大肠癌正在开始产生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强的话，我们的巨噬细胞跟淋巴细胞马上靠过来，遇到不好的细胞，巨噬细胞把它吃掉，淋巴细胞分泌抗体把这个癌细胞破坏掉。以上的简单的说明是免疫细胞怎么抵抗癌症。那为什么癌症还是有人会得呢？跟饮食有关。第一点就是肉食过度真的会造成所谓的酸性体质。什么叫酸性体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一个细胞在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的确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这是新陈代谢的种种化学反应的代谢物。我们的细胞有如一个复杂的化学工厂，里面的构造是非常的复杂，它在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是进行无数复杂的化学反应。那化学反应就是把我们日常饮食吸进去的营养，不外乎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送到这个化学工厂以后，进行分解再合成。这个过程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新陈代谢。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的终产物通通是酸的，没有碱的。譬如说蛋白质的终产物是会产生硫酸、磷酸，脂肪、碳水化合物的终产物弱酸、乳酸、胶葡萄酸，还有其他的物质我没有列出来。总而言之就是酸。那细胞这个酸堆积过多，的确对细胞会产生伤害。不过细胞有正常的中和的机转，它会从血液里面的碱把它中和。血液的碱一般是以这种状态存在，碳酸钙跟碳酸钾存在我们的血液，一样的细胞会把它利用。那我举个例，1分子的碳酸钙加1分子的硫酸，学过化学的都知道，两个加起来的化学反应终产物是二氧化碳、水跟硫酸钙，这是其中一个化学反应而已。二氧化碳借由血液就送到肺部呼出去就好了，水跟硫酸钙呢送到肾脏从尿排出去，或者从流汗，汗腺也可以排泄这些东西。那我要强调的是，只要是活的细胞，在新陈代谢
一定会产生酸的。酸性的物质就是这样产生，会堆积在体内。不过人体适当维持平衡的话，不会产生，因为有进有出。那问题是什么？吃肉食太多的话，的确会大量产生过多的酸。蛋白质在细胞内大量的水解，刚刚讲过，很多酸会真的堆积产生过多，到达某个程度的时候，这个酸超出细胞能负荷的时候，在这个当下，同时血液中的碱，一般以钙代表，会大量的被用掉，而且减少。我们晓得维持一个细胞膜通透性的内外，钙跟镁是配对的，钠跟钾是配对的。钙大量的进去的时候，镁会大量的跑出来。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这个钙跟镁在细胞膜内外发生很强烈的聚变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细胞膜稳定性，细胞膜会老化，细胞膜的渗透压会出现问题。意思就是说，这个保护这个细胞的那个构造分子会发生改变。一般说细胞老化，在这个当下，假如有病毒发生，病毒在外面很有可能有机会物理性的侵入，一旦侵进去以后，病毒跑到细胞内，很容易产生后续的一些病变。那最早研究这个的是日本都立大学柳泽文正博士，他研究100个癌症患者，抽他们的血检查，居然发现怎么通通是血液里面都是钙减少、镁离子剧增的这种现象，这是所谓的酸性体质的定义。酸性体质之下，细胞真的一个细胞膜很容易发生变化，细胞的功能退化得很快。那酸性体质真的是所有疾病的万病之源。比如说我解释给大家看，肉吃太多，酸性体质渐渐产生的时候，血液的红血球第一个会出现变化。原来红血球在血管里面的流速非常的顺畅，肉吃太多到达某一个程度，10年20年会变得蠕动不良，带氧量减少，循环会开始障碍，一般简称就是血液变浑浊这样，其实是许多层面的变化。红血球会发生这种变化，里面在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免疫细胞同样的退化，同样的功能降低。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就是典型的酸性体质代表，糖尿病的病人的免疫能力是退化的，跟一般人差很多，往往遇到伤口感染很难好，也是这个原因。那这个免疫功能的退化的确会在酸性体质找到，一切病就这样产生的。那酸性体质一般的症状讲给大家听，从脑部开始，渐渐的思考能力、记忆能力，很多嗜睡或者睡眠不足这种症状慢慢出现。那肝脏的功能渐渐降低，就是肝功能那种肝脏是我们的人体的发电厂，产生的那个效率都不好，产生 energy 的频率的那个 efficiency 都降低，所以人比较容易觉得累，